喂，唔知大家係咪都好似我咁為食嘅呢？我發覺講關於嘢食嘅片好似好受歡迎咁，咁我哋冇俾佢停啦。今日我哋繼續講嘢食，我哋講下 pizza 嘅發展史啊。pizza 並唔係單一嘅發明事件嚟嘅，而係集各家之大成，由古代嘅扁麵包逐步演變而成嘅。好多古代文明都有呢一種食煎餅類咁樣嘅 flatbread 加 topping 嘅習慣，呢啲咧你可以當係 pizza 嘅前身啦。例如古希臘人會食一種圓形嘅扁麵包，加香草、洋葱、蒜蓉同芝士；而古波斯士兵咧就識得喺個盾牌上面烤呢一啲嘅煎餅，再加埋芝士都幾叻㗎，一物二用。而古羅馬人咧就會食一啲類似而家嘅 focaccia 嘅麵包啦，咁就會加埋橄欖油、蒜蓉同埋香草。而古埃及人咧亦都識得烤呢一類嘅扁麵包嘅喎，咁佢哋咧就會加香料同埋蜂蜜嘅。咁當然啦，呢啲咧都唔係我哋而家現代嘅 pizza，因為冇番茄、冇芝士啊嘛。但係概念上咧就好相似嘅，都係用麵團做底啦，再加啲簡單嘅食材去烤焗，咁方便填飽個肚啊嘛。咁而 pizza 呢一個字咧，最早咧就出現喺西元嘅997年，嚟自意大利南部城市加埃塔，靠近拿波里附近一份拉丁文嘅文獻裏面。咁咧當時咧係一種咧獻俾主教嘅食物嚟㗎。咁而真真正正能夠追溯到現代 pizza 嘅地方咧，就係拿波里啦。大約16世紀開始啦，拿波里嘅窮人咧已經識得將 pizza 當係街頭食物咁樣去賣噶啦，係一種咧好簡單嘅烤模扁麵包啦，加橄欖油、蒜頭、豬油或者提魚，俾一啲勞動階層咧可以快速填飽個肚開工。咁而關鍵嘅轉變咧就係嚟自番茄啦。番茄咧就並唔係喺意大利出產嘅，而係16世紀啦，由美洲嘅秘魯經西班牙再傳入歐洲嘅。開初咧，歐洲人咧會以為番茄有毒㗎，但係咧嗰啲拿波里港口城市嘅窮人啦，同埋水手啦，咁窮啊嘛，有毒都試下啦，咁就開始咧加入呢一啲番茄擺上呢一啲扁麵包上面，變成咧好受歡迎嘅街頭小食啊！去到18世紀嘅晚期至到19世紀初啦，pizza 咧已經咧喺拿波里嗰個貧民區嗰度咧一啲好常見嘅食物嚟㗎啦，變到咧周街周巷都係。去到1807年咧，拿波里咧已經有54間 pizza 店去出售 pizza 㗎啦。而好受歡迎嘅 pizza margherita 都係最 classic 嚟自拿波里嘅 pizza 嚟㗎。拿波里咧嘅 pizza 咧係有嚴格嘅傳統規矩嘅喎，一定要用維蘇威火山附近種植嘅番茄啦、水牛芝士啦、新鮮嘅 basil 同埋初榨橄欖油嘅喎，經過高溫木燒爐短時間去烘焗，咁就可以咧做到咧個底係軟，但係個邊咧係燶燶脆脆咁樣嘅效果啦。而拿波里嘅 pizza 師傅嘅技藝咧，去到2017年仲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添。咁而呢一個咁出名嘅 pizza margherita 係點樣誕生嘅呢？講緊呢1889年意大利統一咗之後咧，國王同皇后咧佢就訪問拿波里喎。皇后咧就想試下啲 local food 啊，所以咧就叫咗當地好出名嘅 pizza 師傅幫佢準備幾款 pizza， 其中一款咧就係用番茄啦、水牛芝士、basil 代表住意大利國旗嘅顏色嘅 pizza。咁皇后食咗就好中意啦，咁之後呢一款 pizza 就叫做 pizza margherita 啦。之後喺19世紀末20世紀初呢一段時間，意大利嘅移民咧將 pizza 帶到去美國，甚至咧伸延到去其他嘅地方。美國版逐漸發展出芝加哥 pizza 啦、New York pizza 呢一啲唔同嘅變種 pizza 啦。但係咧最正宗嘅拿波里 pizza 咧，仍然係以拿波里為發源地，同時間咧係嚴格規範住㗎，有 AVPN 協會保護嘅。咁當然啦，壽司有野史有冷知識，pizza 都一定走唔甩啦。
咁咧，原來咧，pizza 咧係被帶過去太空嘅喎。喺2001年啊，Pizza Hut咧成功將 pizza 送到去國際太空站，係史上第一個喺太空食嘅 pizza。特製版咧係需要頂得住咧太空旅行嘅呢個條件嘅。咁同埋咧，夏威夷 pizza 其實唔係意大利發明㗎，1962年喺加拿大由希臘裔嘅 Sam Panopoulos 發明嘅。佢加咗菠蘿同火腿，意大利人好多人都唔認同呢一個款式㗎，但係咧喺全世界又好受歡迎喎。同埋美國人一年究竟會食幾多 pizza 呢？經統計，美國人平均一年咧每一個人都會食大約23磅，即係10.4公斤嘅 pizza 㗎。而喺 Super Bowl 即係美式足球準決賽嗰個星期咧，更加係全年嗌 pizza 嗌得最多嘅時間嚟㗎。咁所以喺1987年開始10月份咧就被定為美國嘅國家 pizza 月啦。好啦，咁 pizza 咧係一啲好平民嘅食物嚟㗎嘛，但係原來全世界最貴嘅 pizza 係嚟自意大利嘅 pizza， 用咗3種魚子醬、挪威龍蝦同24K 金，貴到飛起啊！講緊呢個價錢曾經係超過過萬歐元㗎。我都係中意食 pizza 多啲。咁而咧 pizza 盒咧都係1964年先發明出嚟嘅，就由紐約一間 pizza 店發明嘅。之前咧好多時都係用紙包住咁樣送貨咁就算數㗎啦。咁有最貴，自然就有最大嘅 pizza 啦。2010年羅馬咧就做咗一個 pizza， 面積咧係有1261平方米嘅，用咗成噸嘅麵粉同埋芝士啊。另外一個咧就係最長嘅 pizza 記錄，就係2017年嚟自加州做出一個1930米長嘅 pizza。咁咧有最大、最貴、最長，仲有食得最快嘅人啊！佢係嚟自菲律賓嘅 Kelvin Medina， 佢喺23.62秒就食完整整一個12寸嘅 pizza 啦。咁仲有最高嘅 pizza 外賣啊！Pizza 嘅員工咧曾經以徒步嘅方式行山去到非洲嘅克里馬扎羅山頂，大約咧超過係19000尺，送咗一個 pepperoni 嘅 pizza 去俾嗰啲人係做慶祝用嘅。好，咁總結嚟講啦，pizza 就由古代嘅扁麵包，跟住發展到去拿波里一啲窮人嘅街頭快餐，跟住再演變成得到皇室加持嘅經典口味，去到咧變成全球快餐文化嘅象徵啦。咁經歷咗幾千年嘅演化咧，就去到今時今日我哋食到嘅嗰啲拉絲芝士版啦。所以下次你食 Pizza Margherita 嘅時候，記住啦，你唔單止食緊咧意大利嘅國旗，仲食緊一個窮人發明但係得到皇后認證嘅勵志故事啊！仲有意大利到而家咧，啲人都仲係為咗菠蘿可唔可以加入 pizza 呢一件事喺度鬧緊交，你覺得呢？